財富研究機構胡潤最新嘅研究發現，有46.5%中上階層嘅內地人正考慮移民，目的地首選就係美國，美國。歡迎大家收睇大明燈，我係孫柏文。今日咧就我相信都可以好安全地話咧，特朗普喺佢第一年做總統咧，就應該係一事無成噶啦嚇。如果你講話要國會幫佢通過某啲法案或者法例的話咧，今年都應該好問，應該得個吉噶啦。當然啦，有好多好愛中國嘅人咧，特別持有外國護照，可能分分鐘持有美國護照，話自己好愛中國嗰啲人就會話：嘿，你睇下啊，你美國佬果然係日日趨衰落啊！我哋大國崛起。咁你大國崛起呢樣嘢，我撇埋一邊先啦。不過今日大家嗱，你知道呢本片嘅 title 都講起，就係話呢個新醫保改革或者新醫保方案觸礁，其實係凸顯咗美國系統嗰種強性，alright，嗰種韌力啊，多唔好講啊。第一件事就係已經證明咗行政機關嘅話事人其實係冇乜權噶啦 ，sorry。喂，呢樣嘢都已經贏你10條街啦，係嘛？點啊？總統啊點啊？啊，總統啊點啊？嚟國會啊？你嚟國會啊？乜都通過唔到，連你自己嘅黨啊控制晒啊，都可以鉗制住你啊！即係呢個係反映美國，就算佢憲法你可以點樣鬧都好，佢選人出嚟嘅系統，就算同一個黨嘅黨性都唔會強到話一個總統可以為所欲為。即係點解咁多大陸官員啲仔女有美國籍啫？咪就係中意呢樣嘢啫嘛！即係冇人可以即係冇人可以話晒事啊嘛！正癲咁話晒事啊嘛！美國憲法本身寫嘅時候有個好重要嘅人物影響咗寫起草嘅過程。咁呢個就係英皇佐治，亦都係美國獨立戰當時嘅英國皇帝。咁點解佢咁緊要咧？就係因為啲人成日都笑佢做 Mad King George。即係一個索地黐咗線嘅英皇佐治嘛，咁所以佢要寫嘅憲法就係令到一定行政機關嘅話事人唔可以係真正為所欲為，國會先至係真正權力嘅核心，亦都將國會嘅議員嘅數目加到好大，幾百人，仲上下議院變成幾百人，咁令到佢嘅代表性會好強。因為佢一定要係一啲好細嘅選區或者比較細嘅選區裏邊贏得市民嘅支持入去國會代表佢哋啊嘛，即係好多人都話美國國會嘅支持度咪仲低過特朗普？係，不過美國國會總體喺美國國民嘅心目中支持率係好低啊。不過你試下落去啲選區問下佢嘅參眾議員，佢自己選出嚟肯定支持率幾高？佢自己個咧就可能5、6成、7成高㗎，係成個國會先至低㗎，所以唔好笑國會。呢個國會本身受唔受歡迎其實係唔緊要㗎，最緊要係佢自己本身嗰啲候選人或者係嗰啲議員，究竟自己喺佢自己嘅選區受唔受歡迎？如果受歡迎嘅話，呢一個 institution 國會呢一個系統其實好穩健㗎。OK， 咁呢個係第一 part， 而第二 part 嘅就係。咁你梗係話，喂，搞佢自己嘅黨啲人都唔聽話，搞啲黨鞭點搞㗎？嗱，美國咧就應該係西方世界裏邊咁多個國家裏邊咧，黨性係最弱嘅國家嚟嘅。咁個原因喺邊度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好多即係喺好多地方，究竟一個候選人可唔可以參選？即係多唔好講，例如香港啊，邊個可以代表民主黨，或者喺民主黨例如話香港島，講緊邊個排第一，邊個排第二，即係邊個決定啊？咪就係嗰班黨嘅大佬啊嘛，咁美國就唔係嘅，美國咧係用一個初選嘅機制，初選嘅機制咧就不但不限於淨係總統嘅，即係黨揀總統候選人有初選機制啊，不過其實係各級嘅選舉咧，每個黨民主同埋共和黨咧都會有初選嘅機制去選自己嘅候選人再去參選。好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咁黨性好弱，因為講真，我贏初選得啦，我使鬼向你黨中央撒冧咩？我只要向我個區嘅黨員說服到佢哋揾我做佢代表，跟住我喺大選嘅時候冚低對方嗰個黨咪贏咯。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因為美國本身民主黨同共和黨，嗱我而家先講共和黨，共和黨始終都係控制住白宮，即係總統係佢，國會嘅上下議院都係佢控制晒，即係佢佔大多數。咁其實共和黨本身係好凸顯到美國嗰種韌力嘅。因為
係醫保方案通過唔到，大興土木方案通過唔到，美國萬里長城起唔到，呢一個嘅減稅方案做唔到。不過佢呢啲全部做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黨本身內部嘅衝突好大。咁衝突係點嚟啫？一定係兩批人先有衝突噶嘛。咁點解會有兩批人呢？如果好似喺外國其他黨咁，大佬話晒事，大佬一定係揀啲聽聽話話嘅人上嚟噶嘛。咁黨裏邊係會細個紛爭會細好多嘅。不過因為共和黨本身係進行緊一個內部換血啊嘛，最突顯到呢種換血嘅當然就係特朗普啦，同埋雖然如果唔係特朗普都贏唔到啦。不過除咗特朗普之外，喺參眾兩院甚至喺州啊或者地區選舉裏邊，都係進行緊呢種大換血，就係嗰班建制話誒冇所謂啦，繼續啦，乜都繼續啦，乜都繼續啦。而有批人覺得喂，有啲嘢唔妥喎，有啲嘢真係唔妥，我哋要大幅改革，就因為有兩批人而家換緊血，所以先至令到特朗普喺第一屆或者第一年佢做總統嘅時候乜都通過唔到，就係因為美國可以有咁種寬容程度，而佢哋不但止有嗰種換血嘅能力，佢喺黨一個咁大嘅黨裏邊有咁種換血嘅能力。咁啊，睇下究竟建制派即係共和黨裏邊嘅建制派會贏啊，定係共和黨裏邊嘅少壯派會贏咯？咁特朗普一定係少壯派做反派㗎啦，係咪？咁而家睇即係呢一種咁嘅交替，其實你喺8年前、10年前已經開始有嗰種聲音，不過佢哋贏唔到初選，亦都贏唔到即係更加贏唔到大選啦。不過後尾又開始贏到初選，不過又贏唔到大選。咁好啦，而家贏到初選兼贏到大選啦。不過又唔係個個州都係咁喎，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比較保守、比較慢轉身，或者係生活水平冇乜所謂 OK 嘅地方，咪唔轉身，咪繼續選翻啲保守嘅建制派咯。不過可能叫苦連天嘅地方，咪喝血咯。所以其實點解都係嗰句，點解咁多大陸高官要啲小朋友攞美籍嘅原因，就係呢種韌力咯。嗱，不過當然啦，韌力呢樣嘢咧，共和黨係肯定有噶啦。民主黨咧就而家進行緊一次好大型嘅咁樣嘅抗爭，不過咧民主黨可能因為始終都係左膠嚟噶嘛，咁左膠全部信共產主義噶嘛，即係史太林式噶嘛，即係司徒華式噶嘛，一嘢大佬壓落去噶嘛，咁啊所以咧民主黨嗰種換血咧，亦都係慢好多，咁啊所以咧如果民主黨繼續 keep up 唔到嘅話咧，我嘅 prediction 就係咧，雖然共和黨乜差都做唔到都好，不過因為佢不斷換緊一啲啱聽啱新思維嘅人出嚟。雖然佢哋未必喺呢一年之內攞到喺黨裏邊嘅控制權，不過再嚟多一次選喺2018年來多一次選舉嘅時候嚟完之後，佢換晒班啦，民主黨仲係希拉里嗰班大佬大姐話事嘅話咧，咁冇噶啦，共和黨嘅優勢一定會繼續。呢一個就係認真尊重系統嘅共和黨，起碼共和黨出咗好多茅招對特朗普都冇攞佢命啦。唔同你共民主黨啊，民主黨有啲異軍突起嘅時候，希拉里就真係鋸低佢，有時一拳一鋸低佢。咁啊，所以今次嘅醫保改革，大家對於話呢一種脱歐啊特朗普嗰種咁樣嘅浪係咪完？我絕對覺得唔係完。不過一定係突顯到美國特別係憲法同埋佢機制上嗰種韌力有幾強。目的地首選就係美國。大家可以留下言 challenge 上我，或者係附和下。不過點都好，覺得好睇嘅話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多謝大家收睇。